原来如此。大丈夫男子汉，唔肯向女人屈服下拜。你若咧讲起来，丁山嘛是无唔对啊。哎呀，皇上啊，这话是丁山答应韩丽花的。若我讲话无算话，这要算啥物是男子汉大丈夫啊？咱若安尼讲，唔着爱逼伊去咯。是啊，爱逼伊去。也毋过当初，四丁山伊曾经亲嘴讲过，伊宁愿死也毋愿去汉江关啊。哎呀，四丁山伊虽然讲伊甘愿死，也毋过都有真侪人都袂当互伊死咧。皇上啊，你尽管命甲伊变落去，下旨要甲伊处斩，其他的代志都包在老臣的身上啊。好，来人啊，将四丁山押上来。放下。皇上，四金莲甘愿来袂真西游的官职，求皇上赦免大哥一死。今日，朕看在你救驾的份上，官职保留。伊若是问斩四丁山伊的尸客，朕会用甲伊严降5世。只要你有法度苛刻伊四丁山去请韩丽花，朕就开赦伊无罪。大哥，你逐项都真好，我早就甲你讲过，你唯一的缺点，就是定定安尼有讲无做啦。连你家己有答应人什么代志，你嘛煞袂记的。假使你若无亲嘴答应韩丽花，要去三步一跪，请伊倒转来，伊要哪会去逼你对无？那你嘛免讲即摆叫人关在内底，你想我讲安尼有理也无理？好啦好啦，莫阁讲落去。我情愿求我一死，就毋愿去向伊韩丽花屈服拜奉。吼，你想讲你若去甲伊跪拜，安尼就有失你元帅面子，失你的威风。唉，其实哦，你若死，这真想要哦，无面子，搁兼失体面呐。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这条大罪，你敢担当会起？你威严圣旨。母亲，阮大哥哦，梁山，你真是忍心放下为无要照顾我。母亲，我梁山，地花虽然讲有较过分，啊，毋过毋对的人是你呀，你应该爱较委屈一下。是啊，人韩丽花互你休你3摆，这种代志若对查某人来讲是非常的见笑兼委屈的。若你只不过敢若这摆来尔，你嘛应该互伊吐一口我心中的怨气。大哥，假使你若是去拜请韩丽花倒转来，
不但无人会笑你，反倒等大家都会佩服你。讲会出，做会到，这是男人的本性。假使你若是死，你会去人笑讲你是用汉丽花甲你逼死的。天山，为了是全靠你一个人，可是你若是死，我也要甲你斗阵来去阴死地府。宝宝，母亲，父亲，你放心，孩儿愿答应。半山的姑娘，风吹日拍嘴豆花，脚酸手又软哦，我要怨嘞，可惜的摆到。就是伊报应，妙计来捉弄啊！迄个干的士官啊，捉弄来干士官啊！要去是长官老山，你大开船袂离。哎呀，归来！哦啦，我怕要泡死哦。哎呀，你会先袂？我足羡的。哎，佫愈讲愈有影。好像有法度通恁拍人就会先啊，
我互你拍我剑龟，哪袂忝啊？有影，迄真忝。哪行哪拔哪跪，有影真忝啦，应该吼休困一下。好，真好困，真好困。哎呀，我死我！哎，吊着石头，来来来。啊，这根本袂错咧。哎，是大家，是才讲吼，要到汉江关，讲远是无远，啊讲近也无近啦。是讲爱安尼三步一拜啦，若无咧，凭我四重山这个武功啊，我毋免爬神时，我就行到位啊。都搁爬死神伤久啦。若凭我大爱因好的轻功哦，我哪个死神得到啊？迄大一路的轻功是要安甲四重山比？若是讲我大一好吼，较早大家都拢知影哦，基盘山的大一好是轻功绝顶。若是讲要比武艺啊，就影哦，输你啦！啊，若比轻功，你还阁差我多咧喏。哼，我真毋相信。唔相信哦，好，唔相信，咱走看卖咧，比看卖你就知。好咯好咯，咱莫比较好啦，若比落去到地吼，像真汉啦，伊轻功上差咱，啊毋过走咧到地，伊若教书叫拍无去安怎？安尼哦。哎，无人关税啊！当我也无打你的头，啊你哪要来掠我？甲我讲甲遐唔歹听，有影啦，我的轻功差恁淡薄啦。啊，不过若真是比起来吼，真假是恁前骹到，我后骹就到位啊，差淡薄尔。无像你讲的遐歹听，差遐济啦。啊，无咱同过来比看嘛。好，我走。要袂，要走就爱画号令，哪有爱画走就走咧，免讲咧大声讲。好啦，爱比就来比，来啦。伊再去，伊再去。画三声哈。好来，来，一、两，要袂啦，三也袂到咧啦。含慢就是含慢。心性。一、两，三，哎呀！是你在甲我拜托哦，无我都要人讲。袂用讲。这假是我想的，我哪会叫别人讲咧？哈！已经到位啊！到位。关键起来叫门。好。上顶咧，都看因老母死。这唔是。大表，无是什么人呢？是我的查某囝汉丽花。丽花，天哪！
丽花在世，我定实在太对不起这个丽花。我受今夜要在两前，甲丽花酒